政府公布咗第3間醫學院呢，就係由科技大學咧係籌辦嘅咁。嗱，第3間醫學院呢，就以一個叫第2學位課程嘅方式嘅收生啦。尋日科大咧都有開到記者會啊，簡介到新醫學院咁啊，第2學位課程啦，4年制啦，目標咧就係希望培養咧擁抱科技嘅新一代醫生啊。特色咧包括提供一啲嘅早期臨床體驗啦、基層醫療融合到臨床實習啦，以及科技、人工智能等等嘅整合式培訓嘅咁，都提到啦。初期科大咧就係會斥資20億元咧喺清水灣嘅校園嗰度咧，係建設醫學院嘅教研大樓啊，做一個過渡嘅校舍。長遠嚟講咧，就會係喺位於牛潭尾嘅醫學院嘅校舍啦，嗰度會有啦，同埋係新綜合醫教研醫院落成咧之後咧，就會係搬入去嘅咁。嗱，有關於科大籌辦第3間醫學院嘅情況，1872311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立法會議員劉國勳，早晨。早晨，大家好。點睇科大籌辦第3間醫學院？你有啲乜嘢嘅關注啊？整體？首先我都恭喜科大啦，能夠取得第3間醫學院嘅籌備啦。咁實際上科大嗰個過去一直都係好積極去籌備呢一個醫學院嘅。咁過去都有同葉校長接觸過啦。咁正如政府所講啦，其實今次3間申請嘅大學咧，其實都各有優勢嘅。不過政府同佢嘅專家顧問主要喺3個方向去作為一個考慮啦。咁例如就係創新策略定位啦、課程結構同埋財政可持續性等等啦。咁我哋見得到科大的確喺呢方面係有唔少嘅優勢同成績啦。舉個例，而家科大嘅成績係國際係獲得認可啦。咁睇翻佢嘅 QS 世界大學排名而家係44嘅。咁而佢喺數據科學同埋人工智能學科咧，更加係位列全國第1同埋全球第17位嘅。咁佢而家嘅一啲嘅學習背景等等啦，其實正正就係將來點樣去做好醫學發展同埋科技結合呢個情況。特別第3間醫學院會喺牛潭尾嗰度鄰近係河套啦，同埋呢個新田科技城，咁將會都係大力發展呢個醫療同埋生命嘅教育啦。咁所以其實喺未來呢個第3間醫學院同之前中大、港大嘅醫學院，其實應該有一啲錯位嘅發展同埋大家唔同嘅定位嘅。咁舉個例，科大而家喺第3間醫學院，佢嗰個科研能力其實係有條件培養一啲係醫療科學家嘅，唔單單係一啲嘅培訓一啲嘅醫生啊等等，係培訓一啲醫療嘅科學家，係做科研配合未來嘅發展等等嘅。咁佢呢間學校亦都係用第2學位個課程去收生嘅。咁呢個亦都同2間嘅大學本身係有啲錯位嘅發展嘅啦。但暫時一啲教學上面嘅硬件或者教學醫院嘅配套啦，都講下啦。因為都有啲講法就話啊，新醫學院咧就而家話係清水灣嘅校舍嗰度臨時大樓嗰度係暫時一個過渡安排啦。咁啊有啲講法就係會唔會喺醫管局都會安排啲學生就去做實習喺邊呢？可能係將軍澳醫院啊、聯合醫院啊或者啟德醫院啊咁。等到咧就係話牛潭尾嘅用地之後準備好啦，咁就計劃咧就由北區醫院係做一個嘅實習嘅安排。咁有啲咁嘅消息或者說法啦。咁你自己點睇而家喺唔同嘅呢啲嘅硬件配套啊，或者喺呢一個教學醫院或者做實習方面嗰個嘅支援咧？我自己認為都係好合理啦，因為你睇翻而家2間嘅大學，包括港大同中大啦嘅醫學院，其實佢都係有一啲嘅醫院去配合佢發展，因為實際上臨床同埋醫療嗰個都係好重要啦。學生係需要有臨床嘅經驗啦，咁所以你見得到，例如中大同威爾斯啊、港大亦都有啦。咁所以今次政府嘅安排係令到科大同其他2間醫學院一樣呢，係嗰啲醫學生係有實習嘅安排，咁係可以做到臨床同科技實力兼備嘅。咁我哋亦都睇翻個時間表咧，的確其實啱啱10月份咧，牛潭尾嗰個發展大綱圖已經出咗噶啦。咁28年最快係做平整。咁其實醫學院同埋嗰間醫院將來喺牛潭尾落成嘅時間咧，都係距離而家有一段時間啦。咁所以中間係要有啲過渡嘅安排，例如喺科大佢本身要可能有啲地方做個臨時嘅校舍，
政府亦都俾一啲嘅醫院去做一個配套嗰啲臨床，咁呢個作為一個過渡安排咧，係可以變咗有啲嘢可以即刻做住先，唔使等嘅。但係你自己覺得，譬如到時去到牛潭尾啦，醫學院搬咗入去啦，你自己覺得個好處係點？點樣帶動到譬如周邊一啲嘅產業發展，或者結合到嗰啲嘅產業嘅發展？我相信咧，其實如果醫院去到即係醫學院去到牛潭尾啦，咁其實牛潭尾嗰個建設已經係有一定嘅規模嘅啦，因為見得到其實28年已經係平整，跟住33年其實最快牛潭尾有居民啦。咁周邊嘅科技城啊、河套其實已經係發展到我相信有一定程度啦。咁一啲嘅醫療啊、生命科技嘅產業，亦都會喺嗰度落成嘅啦。咁變相地，如果係到時搬入牛潭尾嘅時候咧，咁醫學院的確係可以真係變相係可以培養到一啲嘅醫療科學家同附近嘅產業，大家係互相協調係帶動得到嘅。咁而將來其實除咗醫學院之外咧，我哋見得到其實喺之前嘅施政報見得到，我哋都會有一間嘅新嘅醫院喺牛潭尾嘅，即係醫學研嘅醫院啦。咁呢度亦都係可以有更多嘅實習啊，同埋係即係有呢間醫院係配合為更多嘅市民去服務等等咯。嗱，呢個就係其實之前政府係咪都有回應你嘅質詢嘅時候，就提到話喺牛潭尾起嗰個即係新綜合醫教研醫院啦，頭先你講嗰個啦，就係取代之前提出嘅古洞北起新醫院嗰個嘅做法噶嘛，係咪啊？事實上都問即係因為我就話喺古洞北醫院啦，咁但係其後隨住整個北都嘅發展啦，咁一個整全嘅規劃。政府覺得牛潭尾嗰個地方係比原先預留喺古洞北嘅醫院係有更大嘅地方啦。我哋見到最新嘅規劃大綱圖咧，其實係有10公頃大嘅，咁的確比原來古洞北係大嘅，而亦都係預計提供到3000張床位，比原先提供到千幾張床位嘅古洞北，亦都接近即係1倍多啦。咁所以我自己相信即係未來喺呢一方面係可以同醫學院互相配合。當然啦，我自己覺得將來配合埋醫學院同埋呢一個醫教研嗰啲即係新嘅醫院咧，其實政府真係有需要重新去整合一個新界北嘅聯網，即係聯同埋可能北區醫院啦、天水圍醫院等等咧，係去綜合做翻一個新界北聯網。畢竟醫管局佢啲教育資源規劃等等，都係用聯網作為單位嘅。但我想了解一間即係由以後一個新嘅綜合醫教研醫院，佢可能嗰個角色既要即係照顧而家即係嚟緊啦北都一啲嘅居民啦，佢哋嘅醫療需要啦，同時又要可能照顧到第3間醫學院一啲嘅需要咁，當中有冇一啲嘅難度咧？要平衡兩方面，會唔會亦都有即係要有一啲挑戰喺當中嘅咧？我諗即係其實喺呢方面政府都已經係預先做好規劃啦。咁而嗰度嘅地方亦都係足夠大啦。咁而你見得到係3000張床位，其實都係唔少嘅。咁所以可以係部分係預留係即係俾醫學院可能去做一啲嘅臨床等等啊。另一方面其實亦都係有足夠嘅資源去服務居民。但係我自己都睇翻同我頭先講嘅新界北聯網係有個重要性，因為醫管局嗰啲資源同埋規劃係要根據個聯網作為基礎單位嘅。咁所以我諗如果冇新界北嘅聯網咧，其實個定位都未必夠清晰嘅。但係講翻先，整體譬如醫教研醫院有冇機會？如果佢要平衡到兩方面，喺提供俾居民嘅服務嗰度，有冇機會可能未必及其他聯網或者其他區嘅一啲即係公立醫院咁，會唔會咁咧？我諗就未必會嘅，因為其實將來即係醫療同科技嘅結合都係大勢所趨啦，啱唔啱？咁所以即係其實醫教研醫院，我諗佢係可以有可能更多嘅新技術配合埋人工智能等等咧，咁係俾到市民唔同嘅服務體驗咯。你對於第3間醫學院係增加啲醫護人手方面嗰個嘅幫助有幾大咧？我諗呢個係可以即係好快立竿見影，因為你見得到其實28年就已經係可以開班啦。如果根據科大講，咁其實就50名學生啦。咁其實過去政府都好努力去即係增加一啲嘅醫療嘅人員啦。咁所以今次如果科大28年招生嘅時候咧，
咁最快可能實習去到2030年嘅時候，咁我諗會幫到一定程度嘅增加啲嘅醫療嘅人員嘅。其實以而家你了解到牛頭尾嗰個發展，仲有冇一啲加速加快嘅空間，咁令到醫學院醫教研醫院可以係盡快落成嘅？有冇啲咁嘅空間嘅？嗱，我自己睇翻可能政府大家都預料可能要2034或者35啦。咁加快空間，我自己覺得係有嘅。特別其實我想特別講其實科大喺呢方面都係有啲超前嘅部署嘅。因為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其實科大之前揾咗一位嘅副校長，佢係叫鄺家升。咁佢其實就以前係發展局嘅發展局嚟啦。咁佢自己本身亦都係做過發展局下面嘅項目策略及管控處嘅首任處長嘅。咁所以佢對於監督嗰啲基本工程啦，點樣確保一啲公共工程能夠按時交付係有一定嘅經驗。咁而家未來其實政府喺出年都會有一條北都嘅專屬法例啦。咁我相信鄺家升副校長亦都可以喺呢一方面同政府去傾點樣利用專屬法例喺一啲嘅程序上面或者標準上面咧係再去提出嘅。咁所以事實上科大喺唔同方面包括唔單止係佢揾咗外國嘅大學做合作夥伴，唔單止揾咗一啲醫療人才，佢甚至乎喺工程方面都已經預先部署咗揾咗嚟自發展局嘅一位礦工程師去做副校長。佢基本上我相信佢亦都會籌備新醫學院個興建嘅工程嘅。好啊，唔該晒劉國勳，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啊。